续来到高雄，伫这个喇嘛底森林公园来举办着万圣节。其中上届受到欢迎的迄粒超大粒的金龟，因为风台提前伫咧早起甲金龟来消风，民众话讲实在可笑。另外，日本的三丽鸥漫画公司伫台南安平的码头展示2身可爱的漫画翁仔，美乐蒂甲库洛米，嘛因为风台秀风台假，提早来下班了。 碰西西个圆滚滚22公尺悬的大粒金龟，慢慢啊救起消风。高雄万圣节活动10月26到11月13，顶台上演的大粒金龟提早落台，有民众知伊要消风，赶紧来甲伊翕一张相，留下美丽回忆。可能没机会，对我就先来拍个照给孩子看这样子。想说已经要结束了，所以早上来拍照这样。因为风台内这内昨暝是大粒金龟上尾一枚。 精彩的灯光秀，现场非真侪民众拢像来看这场人地演出。消防甲大家讲西游奶奶，阁有这2身。今仔上喜的3新名称美乐蒂和库洛米，10月13为国际星球降落来到台南安平码头。台南以来，大家拢有真侪民众来这佚佗行打，不过嘛因为空对风台变化，台南市府考虑到安全问题，提早发放风台假。每天都是。 下午12点吹气啊，晚上8点就把它烧起来。对，烧起来了。高水民生今日讲下班消风了后，就无搁再灌风，将这平坦坦的鸡龟仔，和一只赶来到要翕相民众拢被走一抓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恢复。 12米悬的鸡龟仔暂时别个敢灌风，不过现场阁有相关设施嘛是个热烈。台南市府讲，美乐蒂和库洛米展览的时间到11月17，风台过会再阁看状况，阁再调整展览的时间。啊那2大边区未来有机会会阁再相会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